各位台湾国的国民，大家好，欢迎返来咱讲台湾话、建台湾国。我是唐某。讲到虎，毋知大家对伊有啥物印象？是想到伊青面獠牙，会食人，感觉真恐怖，还是一只大只、真威猛咧？今日的节目，就要来甲大家讲伫台直虎仔井的故事。台直的剑潭山，因为山的形亲像一只虎，伫过去却用叫做虎形山。伫迄当时，你若徛远远仔甲看，就会看到迄山，若亲像一只虎趴伫咧遐。迄树仔咧生，有密有疏，甲迄虎皮顶悬的斑纹，要生。啊，听讲，迄虎形山顶悬有一只虎仔精，即只虎仔精捌伫哪来去互看到，有时会落山骹的水池啉水，啊是伫三更半暝出现伫砖头内底。啊，即只虎仔精，伊袂食人，嘛袂四界变鬼变怪，颠倒是一看到人，伊就会随消失无去，敢若足惊去共惊着共款。而且，若是有土匪仔要入山去庄仔内底共抢，虎仔精阁会守伫咧庄头外口，挡互土匪因袂入来。毋过啊，伫日本殖民咱的时，日本人要开一条为台直到内湖的路，怎甲虎形山的骹斩断？这骹一方斩断去，就开始流血，拢总流了3暝3日，甲迄路啊，规个黏甲安尼红。一到暗内，甲听，阁会听到迄只虎仔精在哀，安尼哀3暗了后，总算是点落来咯。毋过咧，就毋捌阁有人伫遐阁看到虎仔精。这就是台直虎仔精的故事。讲倒来原来趣味，咱台湾自来就无虎，咱对虎的了解，凡说是咱的祖先出海去咧做生意，为外口人遐，也是伫北大所听到、所看到流传转来的。虎伫咱台湾人的心内，毋若简单威猛的形，嘛因为伊的喙齿利犀犀，撩仔真利，会食人等等的款。所拜咱毋若拜虎爷，嘛有参像虎姑婆即款咧吓惊囡仔的故事。伫咱台湾人的信仰内底，一般属虎的，拢会去互人认为讲，迄煞气阴气较重。所拜嘛有诚济属虎的人爱知影的禁忌，比如讲，伫台湾的风俗中，就诚禁忌白虎探房。古早的台湾人认为，白虎伤胎，乌虎吞胎。啊，若是有白虎来探房，就有可能会造成新娘袂生，也是翁仔某袂下。伫厝内嘛袂使挂甲虎有关的图，也是虎形的物，较袂招来不幸。所拜古早人拢讲，袂使互有心人伫暗时出外，若是去外口撞着乌虎神甲白虎神，因拢会去伤害着
腹肚内的囡仔胎。搁有，伫过去，若是厝内有虎年出生的囡仔，时大咧报户口的时，拢会报早一年，还是晚一年。因为过去的人认为虎年是歹年，伫虎年出生的人，毋但命较硬，而且佫坎坷。所摆有足侪父母希望家己的囡仔命好，拢袂伫虎年内生囡仔，而且相好的人会互感觉伊的个性较凶、较独断，无法度交人沟通的印象。就有禁忌安尼讲，若是查某囝相好，搁伫暗时出生的，人拢会讲伊有克夫命；伫暗时出生，抑搁有分头夜出生的，号做上山虎；甲尾暝出生的，号做落山虎。因为虎，伊若腹肚枵，伊会落山去食物件，食饱则搁上山转厝。所摆，大家拢认为上山虎较温柔过落山虎。就安尼生，若是查某人，伊是落山虎，人会讲，迄是绝对袂使娶。讲到安尼，相好的嘛毋是真正遐尔顾人怨。若是有新人，因要伫旧历的7月要来结婚，会使先请迄相好的人先到新房内底坐一下，因为7月时的阴气较重。若相好的人，伊的阳气会使定阴冲煞，嘛着安尼。有的人，伊若起新厝，会请迄相好的朋友先来厝里行行咧，坐坐咧，希望因的阳气会使来赶走厝内底的歹物仔。今日伫节目中，甲大家做伙来了解到遮尔多甲虎有相关的代志。通知影，过去的台湾人对虎是搁尊敬、搁忌惮。咱台湾人的台湾性，就为遮看会出。伫二战结束，日本人离开，到中华民国的军队来到台湾进前，咱台湾人嘛是真守本分，无因为安尼，规个社会乱糟糟。228，台湾人对中华民国的建国战争，咱嘛名如虎，伫水上机场，甲中华民国的军队战甲因咪咪毛毛，互因不得不投降。今日的节目就先到这。透过台湾几个的故事，互我唐某甲大家台湾国的国民来找找台湾的妖魔鬼怪，互咱知影过去的台湾人是安怎用伊的目睭来看待这个世界，嘛互咱继续讲台湾话，建台湾国。祝福大家平安出头天，多谢。